另外，这伊朗甲美国的情势也当咧紧张，要来推动核谈判。但说是连续发生冲突，有一架伊朗的无人机接近美军的航空母舰，去互拍落来；也有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去烧了美国的商船。因美国白宫是表示讲，双方的会谈会按照计划来进行。 美军车三伫阿拉伯海 EF-35C 运行战机，甲一架伊朗夏德139无人机射落来，美军无人受伤。美军表示，当时这架伊朗的无人机当咧接近林肯号航空母舰，同一时间，伊朗甲美国当咧安排核协议谈判。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讲，美军敌向伊朗，若是无法度达成协议，可能会发生无好的代志。 These talks, as of right now, are still scheduled. Of course, the president has a range of options on the table with respect to Iran. As commander-in-chief, I think they learned that quite well last year with the strike in 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. 半暝当推是去年美军毁掉伊朗核设施的一场行动。无人机事件发生几点钟了后，又搁发生另外一架冲突。 美军表示，伫荷姆兹海峡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去烧掉一架美国注册美国军舰的商船。当时，两架伊朗革命卫队快艇，甲一架伊朗的无人机接近，威胁要甲船扣起来。因美军飞弹驱逐舰麦克福尔号拄好就伫附近赶去护送。中东的局势愈来愈紧张，不过目前也无代表讲谈判就一定讲袂成。纽约时报报道，美国甲伊朗的会谈按算伫咧初六拜五，伫土耳其伊斯坦堡来举办。 伊朗总统菲泽斯基安也表态支持一场公平对等的谈判。公司新闻黄运营编译。